呢個享受國務院待遇嘅黃韻點心大師，呢個係原主席西敏于啊，係余永文，廣東省嘅5·1勞動勳章譚國輝大師，呢個係我師侄嚟㗎，佢叫咗個師叔㗎喎，又做新派粵菜，又做創意粵菜，又做分子料理粵菜。一帆風塵冠軍嗰個女嘅就係佢徒弟啦，阿陶宣，哎呀，曾文雄大師，你好，大家新年好，係半島集團嘅集團出品總監李永洲大師嘅徒弟。嗱，呢個年初八咧，佢年年都嚟㗎，風雨不改。又見面嚇，見面，嗱，呢個大徒弟陳卓賢，廣府家宴嘅主理人、老闆兼總廚啊，嗱佢啊落手落腳啦，全部啦嚇。陳國勳，嗱今日咧佢係副主理人啊，嗱呢個通係我哋錦家班嘅9號漁村嘅創辦人，疫情前半年開第一間，而家係第14間，而家係成個粵港澳大灣區海鮮酒樓嘅一個標杆嚟㗎。嗱，呢個陸明河20幾年前係我有雜誌美食之旅嘅雜誌，佢係睇雜誌嘅，一路寫好大沓信俾美食之旅，又要見我，要跟我學師。年初八咧喺90年代啊，就一班粵港澳嘅師傅喺外省嘅一齊翻嚟，外國嘅翻嚟，大家都過咗初七之後冇忙啊，就聚埋一齊。以前係大排檔燒下嘢嘅啫，咁都係講下行業嘅環境啊，談下家事啊，談下個當地嘅環境啊，展望下嗰啲未來啊，咁樣慢慢就形成咗一代一代帶出嚟啊！我00幾年嘅時候咧，去咗美國咧，原來我班徒弟一齊咧都係一樣係延續咁樣年初八，令到我翻嚟咧好感觸，啲徒弟原來咁傳承，咁咧我係咁樣起頭咧。先至成立錦家班，呢30幾年無論風大雨大都冇停過。呢個咧已經係成為咗大灣區一個自發式嘅一個盛會嚟嘅。而家好多都係20幾30年嘅朋友，我哋睇到呢班年青人咧，以前咧就少年嘅時候，而家好多都步入咗中年，個個都事業有成。而家咧好多都係由一個廚師演變大廚，大廚做廚師長。隨之咗做名廚，名廚就總經理。而家好多以前嗰啲樓面咧，佢由服務員、部長、主任、經理、老總，而家好多都係做晒合夥人、投資者啊！所以咧，睇住佢哋一日一日嘅成功咧，我哋期待咧佢哋咧以後又係一代一代咁傳落去啊！希望下一個10年都見到年初八粵港澳精英會，真係好難得啊！一個聚會啊，一班人。去到今時今日都係喺一齊嘅，粵菜嘅傳承咧係要一代一代咁傳承，努力聚會唔係單止飲食咁簡單啊，梗係要將廣府嘅味道、敢為人先嘅宗旨發揚光大。